条河巴从一头望出来，就流啊流，流過神通北港嘅腳下，流到捱嘅太橋話蒲嘅屋卡，太橋話蒲嘅董事悄悄啊講講，天公就愛加到山腳下做心用，伊腳正強強，行過河巴水清清，照到風風嘅橋尾遊啊遊。哇，家下糖豆的咧，还有就去米沙吼葱的几条河巴，糖迄个真正都有感觉吼，就写喺家有糖豆的，就会写喺就会阿婆的故事，还有老河巴吼，一生人很用的来歌的。不过一条歌曲吼，对米沙来讲，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吼，因为唔参加的比赛啊、游戏啊，有迄2010年的时间吼，年冲太岁吼，迄行业组的大头名、第一名呢，也对因来讲吼，迄唔但像係一種肯定吼，還有動態意義係冇？錯，對我青態嘅影響最主要有兩方面。一個方面係做得老外就會眼不卡嘅人講，我哋下啲做乜解？唔做得看到我做乜解有一啲嘅成績出來。另外一個方面就會講，佢有一張很豐富的獎金，第一道嘅名次嘅時間啦，我第一個腦袋閃過的想法就是太好了，有錢做得做轉型。嗰種你之前就已經有上過，就會上老七家嘅作品啊來集結，就做一種轉型的係冇。你啊之前就有按呢想法的。錯，因為這家嘅創作啊，就會天天的一書按呢寫，慢慢累積到一個長途嘅時間啦，你就會出到講時間到嘅聲音就應該要講出來嘅，冇就冇辦法自己再往下一步走。不過要做轉型吼，真嘅冇按過呢。唔但止我有錢啊吼，寫歌曲啊，還有寫詞啊，可能喺這個嘅想法，這個寫就好誒。這個創作歌曲歌數民族，一部分可能唔是用到錢，不過要做到一出轉型，我要動到嘅音樂嚟來天數，又還有CD 啊，係唔係會發揮動到嘅成績咯？尤其唱唔要喺自家花錢咧，唔係唱片公司有冇讓人安排啊？其實我出到我哋做第一種轉型河巴嘅時間啦，就我算當非常嘅幸運啦，因為嗰陣時有一張謝明勇老師給人我天書，就會給人我handle全部嘅製作工作，叫佢去人我請錄音室，人我請樂手，請嘅就會準備那個錄音室的空檔，嗰時候我就音唱歌就好，我就音單純安尼整理好自家嘅狀態。咁咩係替種轉型嘅製作人係冇？錯，嗰時候就安尼，你細年嘅就講出來。就講出嚟，你細嘅要專業來說係迷你專輯，也青態聲音。真嘅，所以你可以嚟細吼，係迷你嘅轉型，唔過吼喺下物個喺下一條河巴動態河巴嘅故事。嘅封面係嚟就係故鄉嘅總共海。總共海哦，就貼片去翕嘅。冇我頭擺太好嘅時間，我就同好翕相啊。嗰陣時就有自家嘅，就會有轉去轉落冇樣嘛，我就帶點。就去寫哦，也係你自己嘅想法嘛，就係你自己嘅轉型嘅封面啦。因為有動到你就會知道，就會搶片人來殺嘅，然後你嘅想法，然後佢講就好。唔過第一種轉型，我全部就自己做。全部吼用嘅全部會由裏到外，周青就會，還有 CD 底度嘅歌曲，周青就係你自己做嘅就錯嘅。哇，第一擺吼拿到一歌曲轉型嘅時間，就係小綠綠嘅轉型出來嘅時間，應該感覺很用嘅。姜東橋吼，其實真是姜東橋，真的是難產，因為都愛錄音錄好，都要種轉型，就是整個印刷鴉片之後成品出來2年，2年哦，要種轉型出來都2下已經4年嘞，2聲年的4歲，但係錄音的時候比出版還要再早2年。
哦，古时候也怀胎不止10个月，系冇，就是冇供出嚟就做嘅。哇，古时候第一度嘅歌曲，唔可能唔但唱，唔但花體嚟要2年人嘅時間，將供出6個青年嘅，一種胎嘅青年，不過第一度有6個就是6首歌曲，呀6首歌曲真係經典中嘅經典，吼，係因為真係講當久啊，第一度太有就係老太詞嘅有關，很好，像係河壩落體歌啊，還有就係天公落水啊，通湖啊，吼，也有歌曲，就係一開始就有實聽，就像係有咧刺眼嘅感覺。其實係因為開始寫客語嘅歌曲嘅時節啦，還蠻深度嘅客語對我來講係細細時節講嘅話，我背面離開屋企就冇乜機會講嘅嘛。故所開始寫嘅時節都會寫故鄉嘅回憶啊，寫嘅頭擺嘅事情、頭擺嘅故事，故所就會有乜嘅落下珠，寫係我自家落幕嘅3萬鄉里萬村嘅片，呀，嗰條河壩就寫係阿婆嘅故事嘛。天公落水係天公落水咪係只細年嘅，只有唐朝嘅歌曲。就天公啊落水，我就用嗰兩句話背面接一個就會度到困難嘅時節，上愛振作起來嗰種心境。就開始寫嘅時節就會較多嘅頭擺嘅事情，較多故鄉安尼，嗰種看起來會懂刺眼，大自然土地安尼。唔過唔記用是上愛來發表呀專輯嘅時節吼，因為人家一開始有講到咩，唔係一開始啲民謠社團嘅時節，唔係係唱方言嘅歌曲噶，上邊方言嘅歌曲咩係有動作嘅創作咩？其實我報名就較多嘅心力全部就用啲行業嘅部分。嗰時候一開始愛來做呀專輯嘅時間，你就想講愛來做行業嘅專輯就做嘅。做出嚟歌曲咧，哇呀種專輯好加下通到嘅，講嘅愛2年人嘅時間。面腔咧，根本呢愛來好講比波小嘅舞台界嘛，㗎天衣仲有冇？哦，天衣仲有較大一些咧，也係細有冇？哦，行較久啊，亞種啊，哇，太嘅，4年嘅太嘅啊，係冇。唔過聽講亞種專輯老亞種啊，隔未要4年嘅時間。4年就會辦奧運啦。係啊，4年呢，哇！生來係發生乜嘅事情嚇？有冇研究咯？亞種嘅專輯？因為人哋做創作嘅人啊，上下我們不是那一種。腦袋很有秩序嗰種人，你想法開，該浪漫啊，該就會隨性啊，呢，嗰種上下就難事，事情不用等就不用等咧，就知道講兩張嘢冇做冇嘢嘅，下張嘢爭過做就好咧。唔過歌曲吼不用行較久吼，你家就會知道講吼，唔假使係有咧期限，有咧時間嘅限制吧，可能就會下好就做嘅，好就做好一種嘅一首歌曲嘅，好就聽2首、聽3首、聽4首就按嚟定做嘛。歌曲係係不用較久嘅話，吼唔會知道不用係4年嘅呢。你4年歌曲唔看下，唔聽1年就係聽1年來做亞種專輯咧，聽一首歌曲嘅時間，唔會更改咩？會更改冇？唔會呢，其實我歌曲寫好我都冇改，就唔會上去改，唔會上去改。不過4年咧，真件懂難事。係啊，你有冇研究？大家就會知道哇，咪啥咧，一種專輯重研究哦。就係我出到了東西就用慢講啊，就我寫歌會動慢，我1年就動慢咯，唔係動浪漫咯嗬。我1年啊就寫3條歌誒，但係我就老實講。我要緊啊，3條歌迄1條歌做得本人糖生面，哎呦做得啦，得啦。嗰陣人講咧3條歌嘅係唔啲嘅出題專輯嘅以外，唔係啲發表嘅時間參加發通啊，嗬，啲嘅衝嘅時間就會陸續就會衝自家嘅新歌，新嘅歌曲。但係就係愛到一天嘅量嘅時間，像一擺新嘅專輯就有11條歌曲，就係愛到一量嘅時間，這樣做得嚟錄音嘛。但是那個錄音的過程真的要一鼓作氣，冇因為難事誒。係啊，哦，真嘅本來吼藝術家啦，吼係咪從嗰個人創作人啦，吼，真嘅就有自家嘅個性咧，自家嘅風格，可能係需要時間。唔過有陣時可能係靈感來嘅時間，會連沙1年可能就會有3、4條歌曲。
有啊，像我去年可能係我創作嘅高峰的嘛感情吼，我講高峰高原期，高峰好像要下來了。哦，很忙，好，好像喺那高峰中的平庸嘛，喊啲歌。去年就出到有好多想法做地寫歌曲，也有寫到本身嘅創嘅歌曲。嘿，也講到4年嘅吼，嘿，你人12年嘅時間係冇，就有老4年嘅來接觸啊。唔過老4年嘅接觸係用嘅契機，用嘅經驗咯。有一年啊，你人12年嘅一天嘅時間，有一年就接到聲響嘅電話，佢就人嚟講，闽南嘅聲響代表。其實唔對寫新嘅歌曲有興趣冇？誒，你有一隻愛做一隻行業嘅童謠嘅一隻合集啦，就會邀請冇強用嘅歌數啊，強下來寫來老師爺強下教，強下唱歌嘅這樣。嗰時候從2012年到今年3年嚟，就呢3年都有寫新嘅歌曲，老師爺強下教。你人12年嘅時間啦，吼，先上過給打天花板之前，有寫過4年嘅歌曲？冇，其實冇，因為我自己有冇聲音咧，我有動手老聲嘢向下教嘅經驗。嗰時候我就想講，寫聲音嘅歌曲其實對我距離好遙遠哦。你嗰陣時就答應嘅哦。答應啊！因為冇寫過，唔係上喺本自己咧挑戰係冇，因為現在2倍係你自己冇寫過嘅啊。你下一時間一開始你又會用那一種風腔咯，又會刺眼係冇，又會太刺眼看到嘅。因為就我家講嘛，我自己冇聲音，我有動手老聲嘢向下教。聽說做功課咩？就係老自己來轉去閒時嘅時間，就我自己就會聲音咧。我閒時嘅時間我喜歡做乜嘅？我就我就有寫一條很多腳飛機，因為我細細嘅時間我動好看天上嘅飛機，我就想講你喺聲音冇聽錯，也會動好看飛機，係咪飛過去？嗰時候老自己來轉去閒時嘅時間，就有這位想法。嗰時候就寫一條歌曲安尼，不過寫也童謠也封面吼，可能就老寫普通嘅歌曲，有一些冇強用簡單係冇，簡單較好記安尼。家嘅旋律做唔得太複雜，家嘅就會音樂也做唔得拉到太廣，因為聲音嘅歌曲，還有我哋寫聲音嘅歌詞嘅時間啦，我會特別就會盡量讓它能押韻，安尼好記好衝。3年啦，我就會有寫一條慢的歌曲，一條夾嘅歌曲，因為我知道聲音呢其實動好高，他們真的是活力充沛，他們是可以把屋頂掀掉那樣。真勁！我就知道你要他們都靜靜的唱那個很溫柔的歌，其實有一點幫助。嗰時候我都有寫客家嘅歌曲，就是節奏比較快的，就是老家都搞到動歡喜啊。哇呀，對 Misa 來講，係另外一種目標嘅體驗啦，吼。唔過咧，叫吼真勁吼醞釀4年咧，吼，將推出咧，吼蔡陸鳳也聽呢種嘅轉型，吼，所以嚟啲度有乜嘅精華再精華嘅歌曲咧，等下就收給本大家聽哦，吼，也係先嚟聽看下。